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来到了新社地区的白冷圳，是日本时代为了种蔗苗的水源而建造。种植蔗苗则带来了二次移民，让许多客家人就此落地生根。张大哥，我知道这个白冷圳对当地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地人也称它为生命之水。所以当初建造这个白冷圳是有什么故事吗？那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水源，日本政府一直看到这样是我们全省的甘蔗都是没有办法种植所以日本政府来找到我们新社这个地区是很好的种植师。新社是种植甘蔗的好环境，然而群山环绕，缺乏水源，所以建造了白冷圳，利用虹吸管原理将水运过山区。而栽植种苗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吸引了客家人的集体二次移民。因为当时这边住的人很少，因为需要很多工人，所以就后来到苗栗、东势、卓兰还有山域方面，他们希望他们一起来开垦。所以张大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白冷圳对于过去这么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过去的所有农田的灌溉，加所有的经济作物还有民生用水，都是来自这个白冷圳。对。客家人靠着蔗苗所带来的工作机会来到新社生活，虽然如今早已没有种植甘蔗了，但白冷圳仍然持续运作，靠着它所带来的丰沛水资源，进而支撑起整个新社地区的农业，是保障客庄人们生活的命脉。难怪白冷圳被称之为新社的生命线。我想到有一句客家话就是他有说，就是吃水要念水源头，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要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头，是两句话是讲出来，就是讲实际上是我们水的重要。你如果食物其他没有水的话，就没有办法生长嘛。对而且这个白冷圳就让大家的生活非常的紧密，而且慢慢的延续下来，然后也延续用这个白冷圳灌溉和民生用水，然后让这个农田就是滋润，然后富裕下一代这样。对。白冷圳撑起整个新社地区的农业，至今早已超过1甲子。虽然一度因为921大地震受损，但在居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修复完成。这条生命线仍然持续不断为人们带来希望，为新社注入生命的动力。